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6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今日国内部新增加确诊病例，指挥官陈时中也提出确诊人数、死亡率、康复率来证明台湾医疗是真厉害的。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昨有接到对 WHO 武汉肺炎病毒专家打来电话，内容是讨论到台湾的疫情。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桃园机场第14入境的旅客无到半人，桃园机场也宣布讲先把20个登机门关起来。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日宣布讲，咱国内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依次伫395人确诊，6个人死亡。疫情指挥官陈时中也讲，台湾的边境是收甲愈来愈好，不过咱台湾也是袂当大意。另外，伊也提出台湾的确诊人数、死亡率、甲康复率这3个数字，也强调讲，咱台湾的防疫甲医疗表现是世界1列1的。我们的确诊案例仍然维持395例。换句话说，今天还是零确诊了。经过一天，国内阁出现过一天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台湾的边境是收甲愈来愈好，不过也是有10例感染源不明的本土个案，其中有8例已经过14天观察期，还有2例必须高度警戒。一个当然4月2号，其实到今天过了，4月2号这个案例也会过了是336号。那另外是大家近来比较持续关心的4月8号的379例。379案这几个这2个我们在持续在疫调。陈时中进一步分析，台湾分别伫咧3月14甲17宣布较严格边境管制，对海外倒来台湾的人进行居家检疫。迄当阵全世界确诊人数拄14万人，到4月15已经超过200万人，死亡率是升悬到6.5%。台湾的死亡率却干那1.52%。另外一方面，伫咧国际上，确诊者的康复率是24.5%，台湾是39.2%。无论是伫咧防疫还是医疗表现，拢比全世界较好。台湾，我们不管是确诊的病例或死亡的案件，或是我们康复的情况，都是在整个在国际上里面，我们做的算是相当的好，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陈时中强调，讲伫咧国际上疫情也是真严重，病例增加真紧，台湾也是袂当放任。而且根据统计，国内目前累计有395个人确诊，其中340例是境外移入，55例是本土病例，有6个人死亡，155个人解除隔离，其他也搁伫咧住院隔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在今仔日是无增加确诊病例，咱台湾的防疫材料是全世界看现现的。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却认为讲，台湾疫情对 WHO 发出的警示无讲或者会人喂互人，这款言论也引起众人的批评。不过，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小组召集人张尚纯在今日也讲，昨有接到 WHO 武汉肺炎病毒专家打来电话，电话内容是咧讨论台湾的疫情。台湾近期甲世卫组织一直有交叉，也毋过近期有重大突破。专家组成小组召集人张尚纯证实，15有接到世卫来的电话。了解说我们做的这么好的一个结果是怎么做的？那包括我们目前的个案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状况，有没有本土的传播的一些状况等等，也都有一些意见的交换了。世卫组织一位专家加上一位法律顾问，甲张尚纯电话会议讲了1点外钟。电话中讲到疫苗研发，台湾也希望参与，也毋过 WHO 无答应，表示个建议。也毋过 WHO 到即马又员工并无疏忽台湾对武汉肺炎疫情事件，并且表示当时台湾的电子邮件并无明白讲到人传人的危险。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强调，会中有讲到7个案例隔离治疗，都是人传人的精神。真的是无言以对，所以让历史、让时间，来证明，就是说这一切是你的事实到底是怎么样。说到隔离治疗还不知道说会有传染的可能性，那未免也稍微不太好了哈。
美国白宫昨日发出新闻稿，点名 WHO 疏忽台湾警告造成爆发。当时事件源头来自一篇 PTT 大文。去年12月30日，疾管署副署长罗义军因为半暝困袂去，伫网络论坛 PTT 看到新冠病毒相关资讯，因为文中出现 SARS 相关资讯，加上是来自病院内部传出信息有一定的可信度，护医拢撑起来。是李文亮医师哈，他贴的就是说，这个华南海鲜市场有确诊了7例 SARS。当然看到 SARS， 我们就会非常提高警觉。讯息图上还有发现其他的医疗人员在讨论，还有像是医院里面实际上发生案例的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再回去继续睡哈，所以也没有什么补眠这种问题，就赶快把这些讯息提供到我们署内的群组，然后后续做该做的一些事情。网络乡民讲，就是这篇报告新闻，和台湾超前部署，也拍遍 WHO。不过，但是中也表示 ，WHO 虽然有部分有淡薄变调啊，不过若讲回归专业，依然是非常好的卫生组织。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也宣布讲要暂停资金给 WHO， 中国说是要甲 WHO 消停捐2000万的美金。因为 WHO 讲拢有甲台湾伫咧做交流，无排除台湾。咱的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也回应讲，台湾无完整的参与到，也呼吁 WHO 就要接受台湾。WHO 秘书长谭德赛则讲，甲美国的关系真好，不过总统川普拜参密宣布暂停经济援助。谭德赛今日当表示遗憾，中国嘛出面收听。We regret the decis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order a hold in fun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中方对美方宣布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严重关切。谭德赛嘛呼吁其他国家斗相共来补债务无够的所在，中国就虽讲要提供2000万美金给 WHO， 不过 WHO 嘛好日消息较慢，强调讲早伫咧公布第一份指南的时阵，就讲到人传人的风险。针对台湾民间发起公告，呼吁 WHO 无应该排除咱台湾 ，WHO 是用13点回应，想要收银啊。所以蔡总统嘛发布讲，这证明台湾去互鼓励，无法度完整参加。我们应该要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参与权，我们能够双向的跟 WHO 有一个互动。蔡总统呼吁 WHO 来接受台湾国际声援的力头嘛加强，若是台湾的国际援助嘛无登去，第二波的佮捐予美国100万的催案，已经16日寄出去。之前捐予科罗拉多州的10万的医疗催案，已经转交予州政府。科罗拉多州的州长普利斯佮特别录影片来感谢台湾捐催案的部分。I would like to take a moment to thank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for your generous donation of 100,000 medical masks to the state of Colorado. 另外，佮来卖捐予日本200万的催案，表现台日真歹的关系。各国拢真感谢台湾捐的催案，不过德国政府发言人15去互问到台湾捐催案的问题时阵，是完全无讲到台湾，敢若讲感谢其他国家的帮助。对这个代志，外交部回应讲，台湾过去捌受到真侪国家帮助，即马敢若是尽国际义务，无一定爱别的国家甲咱说多谢。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要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金钱援助，所引起正人的批评。有医学期刊的主编嘛讲违反人道，比尔盖茨也认为讲安尼做无妥当。不过，真侪国家的医学学会却是表态支持 WHO。Today, I'm instru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halt funding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le a review i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role in severely mismanaging and covering up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不满世界卫生组织 WHO 处理武汉肺炎疫情失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暂停金援 WHO， 引起外界批评。有名医学期刊《刺格针》主编霍顿就伫推特骂川普的这个决定是犯违反人道的罪行。威能创办人比尔盖茨也认为，这个决定就甲听起来同款危险。伊甲太太梅琳达所设立的盖茨基金会宣布，捐出1.5亿美金，插到新代表45亿对抗病毒流行。Defunding the WHO makes absolutely no sense during a pandemic. They are exactly the organization that can deal with this pandemic. We need a global, coordinated response. 欧盟重要成员国德国甲法国也前后表示支持 WHO 成为面对疫情大流行 ，WHO 应该得到完整资助。
zur WHO geäußert. Ich habe gesagt,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von der Wichtigkeit der WHO in dieser globalen Pandemie überzeugt ist. C'est une situation évidemment que nous regrettons car vous connaissez l'attachement de la France et singulièrement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multilatéralisme. 美国医学学会主席哈里斯也表示，徛伫公会立场 ，WHO 伫全球侪武汉肺炎疫情扮演关键角色，呼吁川普爱去考虑撤资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中国。中国官方表示，讲到15月为止，新增加46个病例，其中本土病例也增加到12人。不过，中国官方说讲，现有的重症患者人数已经达到50人以下。另外，伫咧乌龙港的哈尔滨市，最近因为境外入来，所发生社区感染问题，当地换头的官员也互换掉啊。根据中国官方最新的疫情通报，到15月为止，总共新增加46例确诊，其中12例是本土病例。本土确诊数量是伫咧3月18无人确诊以来上悬的。不过官方也是讲，即卖的重症病例数量已经降低到50例以下。现有确诊病例898例，其中重症病例46例。中国加强日头要严格预防疫情决断，不过乌龙港哈尔滨市因为发生社群群组感染，主要负责官员唔能去用约谈，15月已经撕掉。最近广州境外病例增加，外界嘛纷扰讲广州的疫情会出现变化。中国疫情专家钟南山嘛强调讲，应该继续严格预防境外移入。So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for the foreigners who are coming to China, and also to make some check up and see whether they have infected with COVID-19. Not only foreigners, the Chinese who are studying or working outside China all need to receive this checkout. 除了预防境外移入，为了防止本土疫情决断，伫咧教育方面，中国教育部已经发文要求大学生伫咧疫情控制期袂当出去学校，家长嘛尽量避免入来学校内底，而且趁机会控制学生群组性的活动。官方嘛宣布讲，取消原本定伫咧今年顶半年全国性英语鉴定考试等等。中国所落来要面对5一连假嘛唔敢放零，连防疫专家拢呼吁民众莫去人济所在佚佗。对，还是要避免人群太多的汇聚。要了解中国还是最安全的，国际的隐私还是比较严峻的。官方数据虽然显示疫情也是伫咧转好的阶段，不过面对本土病例增加，过连假了后疫情可能会继续拖。中国的专家是有嘴讲甲无乱，希望大家当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桃园机场伫早日，也就是14这天，入境的旅客竟然一个拢无。桃园机场公司也宣布讲，对明仔载中昼12点开始停用20个登机门，这也是有史以来关上济登机门的一摆。含藏大厅空看过去，只有地勤甲清洁人员。桃园机场伫10时出现出境总人数只有669人的升级记录，佮较因为航班调度，一寡班次取消，迄天一航站入境人数拢无半人。为了省营运成本，机场公司宣布17中昼12点起，将关掉一航站 A1 到 A5 以及 B1 到 B5，第二航站16到40，第6到第10个登机门。我觉得没有必要封闭航线，因为可以把人流分散开来，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把它关掉一下。当然是最好，对，这样子可能在检疫的部分来说的话，也会比较妥当一些。交通部表示，这24登机门分别伫2座航站的尾啊，无影响运营需求。是不是能够集中关闭一个航厦？因为那涉及到很多现在还有在发挥功能的这些就是设备，那可能也会影响所有就是在里面工作同仁的环境，所以我们就先可以做的登机门的部分先关闭20个。另外，机场公司也关掉1日航站、公共区域基督市住房区、景观休客区30处，重点关掉48间。业者表示，会将员工调派其他商场服务，也是加强在职训练。目前管制区内美食街有原营业，不过今麦只服务机场的员工，为了降低库存压力，将免税商品补税后移到管制区外卖继续经营。机场是一个全国最严重的一个经济受灾区，这里的旅客比同期不到1%，我们的收入几近于0，可是我们却在这里承担了政府所要承担、要委托给我们经营的，无论是就一些公共服务的设施、商业的这些经营的店面，那这样的压力其实蛮重的。
桃园机场即摆将关掉超过一半的登机门，是营运史上上严重的挑战。交通部表示，就趁这个机会要求业者进行跑道顶设施整备。另外，第3航站工程继续延。交通部也表示，定期评估主体航站经费不足，已经向行政院提报争取对价预算，若顺利核定，预计伫今年底对外招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减班休困放无薪假的劳工又搁增加出来了。根据着劳动部上新的公布，执行减班休困的劳工已经有14800多人。虽然劳动部有针对无薪假劳工推出安心就业计划来补助，目前只有605人来请，等于是只有4%的减班劳工来申请。新冠病毒引起的疫情重创各行各业，连新竹科学园区实施减班休困、放无薪假的劳工，上新统计拢有704人，比顶礼拜增加10倍。以竹科目前申报的8家厂商来讲，其中包括生技、还有那光电跟一些工商服务业，其实这些产业冲击是首当其冲的。劳动部上新统计减班休困的企业，搁比顶礼拜加出210间，有588间企业通报人数也搁增加6000多人，有14871人，人数是8年来上悬。劳动部16日下晡伫行政院记者会搁一摆强调，劳工应申请安心就业计划，领薪资差额补贴。比如说你本来是4万块，减薪减到2万4，那是不是少了1万6？那1万6，政府就补助企业单位转发给劳工8000块。不过，善用劳动部补贴措施的无薪假劳工是少数。根据记者会公布的数据，申请充电搁出发一份补助的有1814人，申请安心就业计划只有605人。因讲是只有4%无薪假劳工申请，比平年停业酒店人员伫并且发起联署，呼吁政府应该有针对酒店业的纾困补助。只要他提出我们充电再出发，那如果他愿意屈就，那我们在立即上工的这一个工作机会，我们也可以纳入。台湾是温情的社会啦，只要我们一起协助他们，不论各行各业。劳动部纾困措施大部分都限定是有劳保的人，发起联署的酒店人员透露，写联署书的公馆有83%拢无劳保。面对重新开工是遥遥无期，也希望政府应看到因的生活需求甲处境。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针对纾困特别预算，搁添1500亿，其中有1035亿，就是要发现金补贴的。不过，国民党也质疑讲，现有的行政院纾困方式申请的方式有标准，而且又搁真悬，要求爱直接发现金。总统蔡英文也强调讲，纾困甲振兴的方式无同，现有阶段是纾困，而且纾困是无应该部分对象伫咧乱压钱的。纾困发现金，防疫要口罩。行政院对家纾困预算1500亿，不过到底是不是要发现金调价差得真厉害？国民党16日总动员发动一个机关市议会党团开记者会，要求纾困直接发现金向中央施压。我们来讨论怎么发，怎么排付，让所有需要得到政府纾困的人民都能够得到。国民党也指其行政提供贷款或者是补助申请真麻烦，大概疫情较平稳才发酷碰券，未付应急。还有夜市业者表示，酷碰券透过电子支付，多限制无法度让业者直接收费。推动这个酷碰券是非常的不恰当，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所有的硬体设施都完全没有落实。面对在野党甲业者呼吁发现金，蔡总统强调，纾困甲振兴方式无同，现阶段是纾困，不应该部分对象压钱，振兴鼓励消费用酷碰券比发现金效果更较好。现在发现很多人，包括国民党，常常把这个纾困期跟振兴经济期所用的政策手段搞混了哈。那我们的发放的不是一种部分对象的大撒币，我们也必须要把这些资源放在最需要的人的身上。我们是有发现金，总计就像院长在财视所说的，超过1000亿，包括补助营业额衰退50%以上或无法持续营运的艺文类的
员工的薪资或该事业的营运资金。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对甲预算1500亿，其中1035亿就是发予个人的现金补贴，除了员工旅宿业，弱势老幼身障者也建议每个月加发津贴1500块。政府现金补贴会开伫应该开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咱政府续落来要施行地点的人数管控，经济部也挑选台北市的南门市场加宁夏夜市做全国的示范点。虽然讲南门市场自治会有提出管制计划，不过因也坦白讲，管制能力需要地方政府来支援。另外，伫咧苗栗唯一合法的永在夜市，到底也施行单出入口以及着人数的管制啊。业者塞车入去南门市场，未来这个出入口都无要开放。南门市场自治会16甲台北市市场处提出第5波的管制措施，因为市场的范围真大，干那甲2个出入口关起来，其他的出入口用出入分流的方式，而且有专人伫遐顾咧。自治会表示，成员拢是单位的业者，若要严格管制出入口，还佫需要政府派卡手来斗3工。入口大概有7、8个，管制以后最大的入口大概只有3个，停车场入口1个，这样子，变成收了一半。目前台北市市场处已经开始招募临时人员，而且协助印相关的公告。上紧伫咧拜6礼拜新的管制措施就会当实施。要拿苗栗县唯一一个有合法登记管理的永在夜市啊，配合防疫，伫咧食饭的所在有用隔板，嘛无互民众食公道。入场的人数嘛袂当超过500个人。不要给他订桌了，除非一家人有没有？我会给3张、4张大桌的。做的这个分流的措施，限制500人的人数在里面来活动。那如果有超过的时候，我们就会先禁止这个人员的进出。苗栗市公所表示，夜市的出入口原本有4个，即嘛改做1个，而且伫咧出入口有做管制。夜市的业者差不多减5成，部分的单位因为另外有店面，所以就规期暂时外去夜市啊排单。虽然生意歹做，不过为着防疫，要是干那会当请大家多多配合。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地区的公车，因为疫情关系，3月旅客量也达到2成。这14间公车业者申请要减班的公车路线就70条。业者也表示讲，伫咧无法度放无薪假，而且人事、车辆等等的固定成本无减的情形之下，只好是继续做落去啊。公车人明显变少了，武汉肺炎继续烧，民众减少出门，不止重创航空业，就连上北公车业者也正做重灾户。干那3月载客量就落将近2成，所以14间联营公车业者决定减班运行。如果离峰的话是比较少人搭啦，所以可能影响就比较没有那么大。是有不方便，但是不出门就没有差了。根据上北交通局统计，14间联营公车业者有10间提出申请减班。目前减班的公车路线有70条，上北市各35条，而且为2月份开始，就陆续有业者向交通局提出申请。同意他缩减的时段是在离峰，那离峰的时段，我们要求他缩减的班次也不可以超过1/3，所以维持一般民众生活日常所需，基本上还是足够的。公车不止运用减少，车厢外块广告收入也落将近2成左右。业者无奈表示，伫袂当放无薪假、人事、车辆这固定成本袂当减少的情形下，支持甲真辛苦。像电影广告都没有了，他接不到广告，他宁愿解约赔偿你，他也要解约的话，我们公车业者这一部分再没有收入的话，那就是亏损就更加的加大了嘛。公车业者表示，交通部最近针对过度客运计程车业者提出纾困计划，不过对公车就提供酒精催安。交通部路政司表示，市区公车本来为99年开始就推出公路公共运输计划，每年拢编列40多亿经费补助，免停汽燃税、牌照税，一切依照规划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在今日去到市议会进行报告，有哪赢的议员要求郭文哲爱甲中央争取防疫津贴，也一再批评翠安自动换袂记的地点。另外，力赢的议员是上议毛泽东伫咧穿的衫，考试郭文哲利用培养接班人壮大家己的民众党。上毛泽东的衫，考试关系探政防防疫紧张，伫后面偷偷壮大民众党，以培养各单位优秀人才为理由，将党内政治台找来做市府副发言人，根本是甲中共已经过先领导党毛泽东的做法同款。陈时中部长现在民调最高，
如果他来参选台北市长，你可以推荐他，你不能指定谁。黄珊珊也好，陈时中也好，都不是由你来指定的。议员误会了，我在讲那个高阶文官的训练制度，这的确要从长计议。文官制度，国家有一套体制的，不劳你费心啦。那些议员也透过权益问题，接起中央第一摆产业纾困预算600亿，国体政府主动去中央争取，各省培养菜请国体加油，各批评。支持12个行政中心，说翠安自动贩卖机效益无大。为什么不可以放在捷运站或者是市场？因为它是口罩，它把它当作医疗用品啊，所以它有限定那个贩售地点，它用这个卡。限定贩售地点，市长，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没有。台北市府透露，7亿在海准备金已经特别用了，希望追加12亿预算。开机之前，副市长黄珊珊向议会说明，强调因为台北市基金预算去年有追减18亿，今年只追加6亿，也有12亿压倒影响，望争取支持。黄珊珊在第一议会也证实家己因为发烧3天无上班，经过2摆采检拢是阴性，才回来工作。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有一个查甫人对中国回来，说违反在家检疫规定，偷走出去拍电动，去互罚100万。不过伊唔纳罚金，顶起伊名下2间厝，互人查封了后，才甘愿去甲罚金纳付清。另外，伫咧新北市的树林有店家甲酒精的介绍起价起别到4倍，伫咧高雄也有人甲一般的喙罨当作是医疗喙罨伫咧卖。原本应该爱居家隔离的单车，4点70点钟，原来是走去网络咖啡店拍电动，找到人的时阵嘛唔敢大意，互伊穿隔离衫、挂喙罨甲护目镜，送去便医检疫，而且才罚100万。7天纳罚金的期限已经到啊，煞无去纳。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随查封伊名下的房产。他爸爸很惊讶说：“这件案件我已经提起诉愿了，怎么还会移送呢？只要移送，我们这里执行；提起诉愿，还是不会停止执行。还是应该尽快缴纳，不然他的不动产已经都被查封。”但切的爸爸以后生有病为理由，替伊求情，也阁申请诉愿。不过看到房产互查封，10日中昼已经甲100万的罚金纳好啊。另外，伫咧防疫期间，喙罨网络诈骗的案件是一层过一层。高雄市警方就查到，有人用一般杂垃圾的喙罨当作医疗喙罨伫咧网络顶卖。一般防尘口罩，再以伪称是医疗性口罩高价贩售、纠团贩卖。画面看到的是新北市地检署伫咧树林查扣的酒精，是咧做医疗消磨品的一个姓吴的男子，趁着疫情的期间，押关酒精的介绍，原本4粒200外块的酒精，押关到800外块，这些全部互查扣起来，征信了后以10万块交保。检方呼吁，防疫物资是袂使囤货，嘛袂使乌白碰价，若无会依法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南韩第15举行国会大选的投票，投票率是这30年来上界悬的。佮再加上南韩政府第一回有甲武汉肺炎的疫情压落来，也得到民众的肯定。第四，南韩总统文在寅所领导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伫这回选举毋拿国会过半，胜出也是这30年来上界侪。开会之前，南韩共同民主党党员头一个对到4月号定准满6年。南韩15月国会选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过去几个月防疫措施控制疫情真有效，得到选民的信赖，摕到过半的席次。包括总统文在寅的施政支持率达到55.7%，创下过去18个月新高。어제 선거 결과를 보면 선거 승리의 기쁨에 앞서 무거운 책임감을 느낍니다. 南韩国家选委会统计，这届选举投票率是66.2%，是28党来的新高。第300个国会席次内底，共同民主党甲合作的共同市民党，拢总摕到6成180个席次，加速超级执政党。因真紧处理通过各项法案，卖当卖擦在野党的反对，进行除了修宪以外各种立法活动。不过，这嘛反映讲未来在野党可能真歹发挥对政府的监督甲制衡作用。
另外，捌伫2016年变一道成南韩的前北韩官员泰英浩，即马已经改名加做泰救民的议员候选人，嘛伫即届选举当选。这是头一届有脱离北韩的人当选南韩的国会议员。泰救民认为，两韩分裂70多冬，这是互两韩民众和解统一的头一步。伊个讲，南韩就是伊的祖国，伊的选区江南区就是伊的故乡。伊承诺会记牢家己脱北的初衷，尽力在两韩关系内底发展正面的对北韩关系政策。记者连上报道。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讲美国国务院所公布的军备管制报告当中，有写到中国伫去年改向伫新疆进行小规模的核能试爆，违反着国际禁令。有学者认为讲，中国有可能伫咧做核能武器的小型化，也互中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中国去年就伫咧新疆秘密进行几年的小规模地下核子试爆。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国务院伫要公布的军备管制报告，记真侪咧，像讲新疆核武基地活动真侪，基地大量乌窟仔，即个中国违反禁止核子试爆的条约，无遵守冷冻量核武测试禁令。学者认为讲，甲中国想要发展核武小型化有真大的关系。它是小型的，它的辐射量相对比较可控制，但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也就是说，从道德上来讲，它可能也是被道德谴责的程度不会那么的高。中美两大强权最近伫咧西太平洋继续军事比拼，学者指出，中国可能把核武当作是对付美国的最后手段。那么，我觉得中国也必须思考，就是说，它怎么去处理跟美国之间的竞争，避免这个局势升高。我觉得这是中国必须要去处理的。中美两国经过台海、南海的情势紧张，一直到贸易战，还佫有最近的武汉肺炎，学者嘛坦白讲，中美两国的火星是愈来愈大，甚至总统川普年底无连任，嘛无法度修复两国的关系，所以嘛传出讲川普暗想要摕新疆这个报告来当作军事谈判的马子。学者认为讲用来限制中国发展中程导弹飞弹的可能性是真悬，到时阵会去影响到亚太势力的平衡，嘛值得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咧泰国发生一桩，别人讲伊亲像中国的查某囡仔，不过伊本人却是讲我家己亲像台湾的查某囡仔。这款言论也引起中国的网友无欢喜。佮再加上中国最近伫湄公河水头起水坝，这互泰国对中国不满伫网络言论顶头一声就看现现啊。泰国局警务天成真一人讨论，不止因为剧情，也佫因为男主角对武汉肺炎文章起赞被指辱华，连女朋友2年前一句台湾查某囝清茶被误出，引起中泰网络大战，正做推特热门标签。中国网友攻击泰国无历史，泰国网友以储备图来回击，也佫讲香港、台湾拢是国家，影帝代表相片西方也被媒体报道。那你们在那个骂泰国政府很烂啊，我们就是谢谢你，你们帮我们一起骂我们的政府好不好？我们政府真的很烂。网络大战引起关心，不过中国驻台发言人伫面册表示，网络杂音无代表泰国政府立场甲主流民意。大文也佫引起港台网友回击，爱坚持一中国武汉肺炎原则。泰国学者分析，这场网絡戰來自自信無對等，網絡已經無佇政府建立嘅各族主義內底。คนจีนที่มุด VPN มาด่าคนไทยเนี่ยเขาก็จะเห็นแล้วนะว่าเฮ้ยด่าอย่างนี้มันไม่ได้ผลเลยทาย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สื่อหรือควบคุมnarrative เรื่องรัฐชาติเรื่องชาตินิยมเรื่อง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ไทยจีนมันท้าทายของจีนด้ว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อกมาเห็นโลกภายนอกแล้วเริ่มปริร้าวแล้วเนี่ยลักษณะแบบนี้แล้วก็媒體報道，泰國網友以個較好的批評之下環境，有一種小國拍敗大中央的感覺。學者分析，中泰一個親是過去的觀念，不過中國佇一帶一路政策下，只重視政府之間的聯繫，對民間衝擊卻無了解。中國網友佫發出相對下的喪失感，讓泰國少年網友找到出口。比較活潑樂觀，所以他在很多回應上面是很有創意的。但當然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他們是在酸啊，在展現出一種好像是我是那種天朝的那種態度在跟你講話。你說挑戰也好，或者說不舒服也好。伊也指出，中國長期佇湄公河水頭起水壩，對於水尾挖靠河流資源生活居民造成影響，加上中國投資甲觀光客負面形象，將讓予泰國民眾不滿，照着疫情發展衝擊中泰一家親。記者綜合報道。
讲到全世界疫情受到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搁再提出警示咯，讲亚洲今年的经济无乐观，出现这60年来头摆无进展的局面。咱国内学者也讲，亚洲主要的贸易商品拢是一寡半成品的零件为主，疫情若准是无稳定，恐惊互亚洲的供应链也对立缩小。前原大港的大厂台积电股价开价走悬，不过中期尾也是拼袂过卖压，博1块。下晡公布第一季的财报，税后纯益1169.9亿，一股赚4.51块，搁再创历史新高。台积电总裁魏德嘉强调，台积电受到新冠病毒的冲击比同业较少，并无看到客户大量取消订单。按算第二季的营收会依市调咧，比大多数外资法人预估的还搁较好，因为先进的制程也是台积电主要的营收。7-nanometer process technology contributed 35% of wafer revenue in the first quarter. 10 nanometer was 0.5%, and 16 nanometer was 19%. 受到美国四大指数的影响，台股透早开盘就爆破100点，盘中上价有到10317点，盘中有落较少，不过也是挡袂压袂调，中期尾也是有落，收伫咧10375点，博71点，成交量是1557亿。台股最主要是以电子股为主轴哈，如果说电子股的部分能够稳住的话，甚至也不排除今天指数下影线会拉得更长。受到疫情的影响，台股的表现起落真大，不过勉强也是有挡伫咧1万点以上。不一个 IMF 搁一届警告，认为今年亚洲的经济可能会零成长，是60年以来头一届冻点。分析报告指出，因为疫情的关系，以服务业甲出口为主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是上大的。国内经济学者分析，亚洲各国的经济主要是靠买卖，若是疫情继续拖落去，今年亚洲各国的经济表现是无法度真乐观。亚洲的这个相关的贸易都是以中间材这个贸易为主所以你看这个需求萎缩，基本上这个供应链也没有运转的动机啊。另外，国际油价继续伫咧落，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的价销落破20块，跌幅度是1.19%，创下18年上低。按算到今年的年底，油价也是会落，若是继续一直落，恐惊会引发全球通货缩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批疫情也影响到真侪表演团体演出，唔是互取消，无就是延期。绝风车本稿基金会也表示讲，若准到12月底疫情未收煞，就可能甲立功剧团以及着绝风车剧团收起来。另外，在今年庇护工厂的母亲节礼盒，订单只有旧年的1成尔，时机也变较真歹。刷电剧场开播，互表演者对舞台今日来网络世界找出新的出路。因为受到疫情冲击，真侪剧团的演出拢去用取消或者是延期，嘛互表演者收入差不多拢无啊。做外送啊，大家也在想办法来这样子的面对这样子的疫情的状况。纸风车返校日其实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尝试啦，所以它的核心价值还是要照顾表演艺术工作者。绝风车剧团对2月份开始取消70外场的演出，票房损失上无4000万。立功剧团的人间条件落，顶半年18场演出全部取消，超有2400万的票房收入消失，再加上厝税、人员薪水、仓库等等的固定开销，营运状况是安动动。但是疫情到年底还未转好，敢乃当考虑甲立功甲绝风车剧团收掉。纸风车、绿光，然后它大概一个月的管销大概就是548万。本来预估是说大概到6月的状况，那如果说其实再下去，我们其实会撑不住。政府的补助我们其实都心怀感谢，对，然后但是因为那个整个一次申请顶标是250万，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光靠政府，本来就应该自己努力。那我们自己要评估说我们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虽然营运状况无啥好，不过绝风车也是伫咧3月份上线顶剧场，而且推广1分钟促影影片订购，但是一选题当得到3000块。而且疫情唔但冲击到艺文产业，因为各种大型活动停办，嘛致使各大庇护工厂的订单减真济，不离个身心障碍员工也是逐工拢爱上班，加强训练。担心他这样的一个中断，会让他们的一个学习的部分会有倒退的一个状况。就学得越来越好，比别人的进步多。因为各大活动停办，订单卖数量已经降低，结果就连母亲节礼盒订单敢若去年的1成，永远是受到真大的打击。不过，各庇护工厂马上出外会当载餐点、冷冻食品，想办法要来救生理，希望讲会当度过这段防疫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中华职棒在今年也变作是全世界头一个开始比赛的运动，也吸引真侪外国媒体注意。为着要推广出去，转播平台也用英语做转播。伫咧昨昏就65万人次伫咧收看，其中有60%的线顶民众拢是美国人。哎呦！这个球还在飞，世界内还见吗？超级大号的再见全垒打！最后现单场3响炮，乐天桃园9比8打败同一赛，乐天收了接触了后的第1胜。这场比赛，美国甲日本要球迷伫线收看，转播商也搁头一摆试着全英语转播。Well, the full name to be Unique President 7-Eleven Alliance. This is the first game of the Lactaid Monkeys. 世界棒垒球总会亚洲特派王坤庆甲伫台湾18年外国人韦恩搭配，已经伫推特报上反应热烈。几啊位美国的大联盟球评搁较转推，留言所在拢是肯定，也有质疑主审对好球的判定。感觉上好像有很多人在看转播，对，而且今天早上我还接到了加拿大跟美国媒体的一个联络，他们希望能够采访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整体来说对台湾的能见度是很好的。根据主转播商统计，15湾西大战 ，Twitter 累积近65万人次观看，60%来自美国，其他是日韩甲南美洲等国观众。中职指出，礼拜2开始每场球赛拢有海外球迷得到，以美国、日本上济，所以官网甲 CPBL TV 拢更新提供英文版资讯甲赛程。尽量能够把国际的讯息能够让他们去很简易的。可以去搜寻到，那现在陆陆续续也在跟各个国家的一些的讯号这边也是在谈。邦胜现讲，全球疫情严重，中职领先，无观众入场比赛受到比以往更较侪关注，所以现阶段上重要的还是做好防疫，让比赛会当继续落去。所以强化推广的力度，让其他国家的球迷看到中职的文化甲水准。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有专家研究讲，冷气的空调系统有可能会当甲病毒拖更较远，但国内医生也建议讲，尽量摆坐伫咧冷气孔的房尾。另外，有国际研究也显示讲，食薰的人，若准是去治疗武汉肺炎，变做重症加死亡的几率是无食薰的14倍。新型冠状病毒真可能透过空调吹暖手传播。中国广州一间餐厅今日初发生3件家庭群组感染事件，当时去消费的3个家庭拢坐伫同一区，离差不多1公尺。当日暗时，这个伙仔其中一个人出现发烧，就医了确诊。后来 B 甲 C 一个伙仔也陆续有人确诊，研究人员怀疑是空调问题。国内医师表示，若确诊患者加速或者是拍加上空调气流方向，真可能是传播的关键。这些飞沫呢会顺着风的方向来延长的更后面去，所以常常呢，你如果是有人刚好咳嗽打完这个飞沫呢，如果在有风的状况下，有时候可以吹到7、8公尺外都可能的。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互全球超过10万人死亡，国际陆续有研究显示，食薰的人若不幸胃着，产生的重症加死亡率是无食薰的14倍，甚至比年岁较大的重症的人风险更较大。一旦你吸烟的话，你的肺部结构出现了问题，你的肺部表面结构整个被破坏，那这个病毒容易进入到你的肺部，那加上你的免疫力也降低，所以这个很容易从上呼吸道进行到下呼吸道，病毒的数目在你的肺部里面就会快速的增加，造成一个重症。医师强调，薰害防治甲解薰虽然是老花，未少食薰的人可能是无要无紧，不过面对武汉肺炎疫情威胁的同时，大家爱赶紧解薰，也建议民众密闭空间开空调时阵，唔通坐伫风吹出来所在，以免病毒吹散，传播更较紧、更较远。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疫情的生死关头，也甲人生的悲欢离合看透透。有许多医护人员去治病，煞爱家己照顾家己，甚至有妈妈因为伫病院有隔离措施，家己一个人甲囝生落来，也有人严重到强要死去，落要互救回来故事。皮贾诺沃斯基87岁父亲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过身，离开时阵身边只有护理师。院方为了防疫禁止探病，因为家伙连父亲最后一面拢无见到。He slipped into a coma. Eventually, his kidneys failed. They told us that they weren'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anything more for him, that they would take him off the ventilator. We know that we can't actually all come together and have a funeral, a service. And there's just a lot of unknowns, and we don't know what we're doing yet.
阿拉巴马州一间病院的当前交予病房护理师罗伯兹，伊资历无深，27岁拄着世纪的疫情，也看到真侪心碎故事。 He was up there for 20 days without seeing anyone. I stood in there, just held it up to her ear, and they said their goodbyes. 虽然第一线医护人员比一般人看到更较侪的悲伤故事，也毋过将病人抢救转来，欢喜的感受也较强。英国克洛伊登一间病院，成功医治一位伫家护病房 ICU 的病人，也是这间病院第一位 ICU 空护病人。美国纽约的一间病院医护也有类似的成功案例。年岁大的病人救治无简单，伫澳洲墨尔本医护却做到，一名94岁老太太伫住院3礼拜，空护出院，医护伫为病人拍破的同时，也为家己加油。疫情之下，以往大家熟悉的小人陪伴已经成为毋茫。英格兰单亲妈妈亨特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将会独立照顾新生儿，也毋过疫情爆发前，有约的健康专员交付指导，最后只会当透过电话教学。也毋过伊认为家己有够坚强，有能力面对。最近有真侪新手父母，也因为因防防疫，产妇需要家己伫产房生产，互翁婿伫外口等待。超我翁仔某伫1个月前体检出阳性镜头菌，总算度过隔离期。我伫最后一刻买婴儿用品，即满欢喜见食宝贝查某囝。也毋过，爸仔囝拢有难忘的出生回忆。父亲是伫1986年车诺比事件发生了后几天出事，查某囝是伫疫情爆发期间出事。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对15开始启动肥料徛名制预估，头一天就3000多吨开始配送到各乡镇的经销点，让农民去领货。达包是40公斤，而且佫有20块的补助。不过也未公告进前，所有人讲日前登记拢无准算，也让农民烦恼一个。农民手提专做单去落货登记要买肥料，农会嘛用伊来卡日前的面积，避免囤货状况。农委会伫进前宣布买肥料爱实名制，毋过因为进前预购的部分，即马爱重新登记，这嘛互赶要使用肥料的农民感觉真烦恼。落去南部一直问啊，朋友拜托一直问看因有3包5包，啊来扛转来啊。过期登记都无，佮爱登记，登记3礼拜佮无啊，你也是用来佮等3礼拜。未来这切啊都要挂，初岁期你无高龄加的肥料落，伊个水吼作细水的嘛，这种比病虫害佮比迄个天然灾佮较严重。农委会表示，3月17实施预购的制度，第一阶段总预购的量已经要到10.8万吨，已经配给4.6万吨，比去年同期佫较悬。今年的早冬肥料总共卖35.5万吨，嘛比去年同期的30.7万吨增加15.6%。毋过肥料供货有够，是安怎有农民买无？农委会指出，是预购的量比数据量较侪，而且有真侪项配送的时间有增差等等的原因。毋过早冬的野肥高峰已经结束，目前单单需要肉肥，预计肥料的需求量卖到稳定。有恐慌性的这种预先购买的这个情形发生。当你实名制的时候，当农民填3年单，他填了以后，他只要带一个身份证就可以了。这个土地有多少面积？然后再经过农民所写的作物，我们马上可以做一个检核，它的合理的肥料量是多少。农委会嘛说明，希望未来当建立农民卡来做农业资材，拄到天然灾害补助的时阵，直接用卡片就当核对身份。若是推测会当顺利，未来嘛继续发展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淡水区去年10月，一间违章铁厝工厂发生火灾，造成2个消防人员不幸大往生。正伫附近有业者用农地伫起工厂，也因为台中市政府伫正月中要求因爱来停工，不过这个业者却阁偷偷起来。市政府伫10月也要求因在1礼拜内爱家己拆掉，目前厝主也拢总拆。铁厝工厂的工人无用时间，也毋过并毋是咧搭建，而是要拆除。台中市淡水区这间工厂其实是违法起地农地上。台中市府东华桥伫1月中现场也咧种地时，就已经接到检举前往下令停工。也毋过业者竟然也是伫顶礼拜六偷偷将工厂赶工起好。可能是业者认为无所谓，这样案子大概可以改了。那应该是在上个礼拜6、礼拜天就整个做一个建筑行为，把整栋的铁皮违建已经盖起来。台中市东华桥表示，这间工厂占地近1000坪，都伫去年10月初发生。消防队员迅即个违章工厂附近，10月发现工厂已经起火，随着要求业者伫7天内需要自行拆掉。对于台中市府落实农地新建工厂一步一拆，款团欢迎肯定。不过多数的县市并无法度做到。中南部除了台中以外，其实蛮多的县市
都还是有相关问题，然后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自己成立一个己猜的举报网站，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好地方县市人力不足，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也很希望有更多民众与我们一起做这个相关的回报工作。吴基勇认为，真侪县市政府因为电力问题，无法度做到一步一停。那员工才发现，就爱禁止断水、断电、甲白天时停，普通一拖，佫毋知什么时阵会当停。建议伫每一个乡镇区至少配置一名稽查员来做查埔，才会当佫较有效率阻止农地工厂继续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垦丁的海域，伫昨暗8点外出现一个真奇卡的生态奇景，伫咧海内面拢出现一粒一粒粉红色的物件，原来是漩涡伫咧放卵。这个情景也吸引真侪爱唱水的人去遐欣赏。会当看到脚漩涡顶悬一粒一粒粉红色的，敢若珍珠共款的物件，一日的时间飞出去，飞伫咧海面。侪清的海水内底，会当看到真侪粉红色的，亲像珍珠的物件，直接飞来飞去。时间就是农历的3月23的前后，是它产卵大量产卵的最佳时机啊，都很感动啊，因为我已经看30几年了。这几年风台较少，加上生态环境保育的成果袂歹，漩涡生长的情形是愈来愈好。为14开始，这几天到后个月15，是漩涡生卵的时期，真侪唱水味的人拢穿几套的装备，伫咧暗时啊落去海面看漩涡生卵的情形。珊瑚是很有趣的生物，它有雌雄同体的物种，也有雌雄异体的。然后雌雄异体的话，它就是同时排放精跟卵，同样在一个时间集体产精产卵。然后才能让那个受精率增加。学者提醒，唱水味落去看的时阵，千万唔通踏到漩涡，点点伫边仔欣赏就好。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伫咧暗时唱水味的时间，敢若到暗时10点。若是要延长，会记得爱申请，若无会收到3000块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国内外的兰花展览唔是取消，无就是延期。咱的兰花也因为安尼外销量减了7成外，业者也规期把兰花摆出来展览，欢迎民众趁着机会来遮欣赏。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英国、加拿大等等国内外的兰花展览，唔是取消，就是延期。外销的订单原定一年300万张，2月以来减少7成以上。那因为最近也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所以变成国际兰展有取消。那国外有一些相对的一些国际兰展也被迫取消，所以相对间接我们那个订单也是很多兰友的花都没办法做外销。台湾兰花产业联盟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吴必昌表示，伊规期甲这个花拢摆出来，让民众来欣赏。古花14个花蕊模样真奇卡，其中吴必昌培育出一种兰花之王加德利亚兰。吴必昌去年入选8大青龙，加德利亚兰就是伊的成果之一。这款兰花一年开2摆，花期大约有3礼拜，是最野蜜各大花芳。进前去国外参加展览，都真受欢迎。那加德利亚兰就是说我们。缘由是因为我们去国外参展之后需要有订单，有接到订单，可是我们没有货可以去外销。那会没有货外销，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全台各地种植加德利亚兰的品质和它的规格不一，所以变成说我必须要去做一个示范的温室，然后制成一个加德利亚兰生产的 SOP。伫即阵疫情小月，伊目正拍拼咧推出新的品种，甲研究量产的方法，为后一波景气来的时阵做准备。伊兰花园有带牛鳞香的兰花等等特殊的品种，目正欢迎民众趁即阵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市的山上水稻博物馆，之前有收养一只游泳狗，网友也甲伊号名号做园长。经过台南市动保处训练了后，这只狗也回来到博物馆下。台南市文化局也特别甲园长举办一个就职典礼。这只看起来真怪的狗仔身份真特殊，伊是台南山上水稻博物馆的园长。经过侪日的基本训练，市长黄伟德亲身家请园长的狗仔来修正。虽然园长看起来真紧张，不过市长讲欢喜有伊的加入，唔那正做水稻博物馆的外交牌，嘛代表园区打造对动物友善的环境。我们收留园长而且这个跟园长互动，一方面跟游客互动，一方面也是一个动保的一个
活招牌。其实园长原本是一只流浪狗，有一天走来水稻博物馆了后，就赶袂走。馆方寻求网友的意见，最后决定把伊留落来。园长的任务就是保护园区，甲游客佚佗。市长黄伟哲阁真趣味讲，园长是市府的一份子，嘛要接受年尾的科学评定。加入成为台南市政府团队的一员，我们也对他进行年终考绩考核。如果做得很好的话，我们饲料一定会加料。动保处长吴明斌表示，园长是台南市第一只形象犬，以后就会伫园区内底甲游客互动。另外，水稻园区内底嘛提供宠物推车，互主人会当轻松带家己的动物宝贝踅园区。若是宠物无落地，希望大家拢会当生甲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8度。新闻最后也带恁来到澳洲看森林野火过后，还佫活落来动物。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